哦，你看那还有狗哎，来田里啊！哎呀，转世做狗也很可怜呢，天气冷了，没有人帮他穿衣服。天气热，嘴开，哈哈哈哈哈，还散热呢。哎，为什么会转世做畜生啊？说比较没有智慧啊，道理也不听啊，还不好学了，比较没有智慧，比较愚痴啊，做傻事啊，我爸会转世做那个畜生动物，所以要好学啊，深入经藏啊，智慧如海啊。哎，两只狗怎么在这样？是不是遇到那个母狗发情？你看动物哦，就在大街小巷马路上，田里面就在交合。那人不可以这样，人要有羞耻心啊，人要有羞耻心啊，丢脸啊，不能做了。我没有那个羞耻心，丢脸的观念啊，所以人啊，等级比较高，人的万物之灵要知道道德羞耻心啊。